港僑智、楊穎宇。今期嘅標題係李家英三字嘅政治含金量。喺過去週末，屯門新會商會中學校長率領師生喺新加坡遊學期間辱罵女保安一事，成為城中熱話，搶去咗中共精心策劃嘅香港首位太空人折子戲唔少風頭。有網民笑話涉事校長已經犯國安法。呢位港產太空人黎家瑩喺過去幾日已經有唔少精彩評論講述呢一場折子戲嘅政治意圖，包括重振香港警隊聲威、利用航太搞統戰等。今日我想集中講三個字：李家瑩。作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黎家瑩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佢嘅英文名拼音一直都係拉卡英。但係參與國家航太任務之後，佢嘅太空人官方照上面嘅英文名就突然被改成李家英。親共網民力撐呢個只係同其他中國太空人統一拼音，冇咩大不了。咁梗唔係啦，稍有常識嘅人都好容易睇出太空人胸前係同時印有中文名同英文名嘅。咁既然大家都係中國人，自然識得睇大家嘅中文名啦。所以中文名下面嘅英文名根本就唔係俾自己人睇，而係俾國際傳媒睇嘅。例如 BBC 喺報道裏邊就中招，將佢寫成 Hong Kong Astronaut Li Jiaying。其實只需要略為思考，亦唔難睇出當中嘅問題嘅。假如中共打開個心胸，招攬非華人加入航太團隊，撞正決定係由特朗普做下一次神舟太空人，咁喺佢胸口上嘅名個中文名特朗普應該毫無疑問啦。咁英文呢係會寫成 Terlongpu。如果中共想喺未出發前就引發國恥，梗係可以咁寫啦。但係擁有正常思維嘅人都應該會寫 Trump 或者係 Donald Trump。換言之，喺名從主人嘅原則下，無論係咩國家咩機構，都應該尊重嗰個人所使用嘅英文名，乃至係個人使用嘅名。但係中共喺呢一度就加入咗意識形態因素。既然係中國人，既然蒙恩加入國家航太隊伍，個名就需要接受改造，一律被強改做漢語拼音，拉卡英要改成李家英，呢個係成為自己人嘅先決條件。缺乏香港人意識嘅警隊高層黎家瑩，當然乖乖接受改造，都唔敢。既然係大一統統戰任務，咁使用大一統拼音就理所當然啦。試想一下，若果著名東南亞僑領同企業家陳嘉庚、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要參與中國航太，咁佢哋嘅英文名亦需要從 Chan Ka-ki 改成 Chan Ji-gang， Lee Hsien Loong 就改成 Lee Hsien Long。有趣嘅係，中國部分官媒仲未能夠睇出呢一份心意。英文上海日報 Shanghai Daily 報道嘅時候，竟然夠膽仲係按香港嘅習慣，稱佢做 Dr. Lai Ka-ying。呢個尊重事實嘅細節，喺一切都要接受篡改嘅今日，嚟得特別令人動容。既然已經係自己人啦，咁佢一定亦要成為說好中國故事嘅說書人嘅。佢嘅順德兒生話佢經常都會提醒佢哋要孝順父母，愛國愛港先係做人之本噶。佢嘅胞姐又話爸爸從小就教唱國歌，仲經常提醒成家，我們是順德人，有國才有家嘅。古有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今日咧就係一人升天，全家表忠。佢嘅母校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自然亦要衝出嚟講幾句，話佢喺讀書嘅時候已經展現堅毅精神云云。事實上，嗰間學校能夠展現堅毅精神嘅，又點止佢啊？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10月1號喺荃灣不幸中槍嘅中學生，咪係嚟自嗰間學校嘅咯。當時聲援佢嘅校友同市民不知幾多。其實所有擁有堅毅精神嘅人都值得我哋擁戴啊！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嘅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係促進糾正或取消呢啲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